观众朋友，今仔日为你介绍的俗语就是，你来先讲。那我大先讲，我大先讲啦。你大先讲，你都袂记啦。今日俗语呢，头一句我应该我讲的，我咧讲迄个呢，山鸡若跋落黑，无肥嘛会激死鸡。哦，安尼啊，我咧讲的俗语就是讲吼，迄个鸟鼠啊，佮安那后背吼，跋落去鼎底，唔死嘛溜皮。对。我讲，低头骨头望空地，早晚一定出问题。啊，不，你这有做俗语呀？这俗语啊，这我来俗语。咱有当时啊，若是咧讲，咱咧较早有啊，咧耕作的时啊，咱若是咧耕田的时，讲，哎哟，这块地我好啊，我若耕的，这块就变我的啊。对。啊，你若早晚若去耕到迄望空地，望啊波啊，有大人的啊。哎哟，迄暗时啊，有当时啊，伊会来找你，我来讲，真正。有影，久都会做。迄对亲戚嘛。对，还有诶吼，无讲收迄个道德的迄个商人啊吼，迄望啊，迄地若共掘过了吼，拢也无够好甲共安顿哦，安尼哦就唔好。对，啊，我咧讲迄个呢吼，山鸡吼跋落黑，无死无肥嘛会激死鸡。是安怎讲？什么意思？迄个鸡吼，你唔通讲安尼跋落黑，啊内面总讲无肥吼，敢若互迄阿摩利亚激嘛激甲死。啊鸡个跋咧黑个黑亲啊，你知无？我知啦，莫讲。人咧食饭莫讲安那济啦，安尼人知影啦。啊，我咧讲哦，鸟鼠啊，佮安那后背啊，有当时哦，嘛会溜手的时，摔落去鼎底吼，啊若摔落去到地的时阵哦，迄水拄咧滚呢，啊若毋死嘛，安尼半条命溜裤啊。对。啊，溜皮溜裤就对啦，就敢若阮倒伊挂到安尼，吼，拍七啊啦吼，足厚的手当讲足赞的，但是有一工吼嘛是的吼，中价的时阵啦。我会中，迄啥？像换咱两个中价。哎呀，这个白。恁两个即摆是咧创啥？我头头讲迄句俗语，我拢还袂解释着。我你解释是咧吼。迄个就是讲咱吼做人做事呢，万项代志毋通讲靠你勇靠你强，哦，一声就甲投资了，结果呢，你一时就吼，到尾就安尼溜皮哦。什么溜皮？一失足成千古恨。对啊，就是讲吼，后悔就来不及啦。所以咱万项代志应该都爱呀。爱精神。